这间学校若总有特色，搁较远，也真侪家长愿意家囡仔送来遮读册。来看家己背山的瑞丰国小附设幼稚园，虽然是特殊的偏乡学校，不过为着要互囡仔自细汉就来讲台语，幼稚园就向国教署申请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搁再结合着在地产业的特色出版教材，要互囡仔学台语，也熟悉家己的故乡。食饭的时间，幼儿园的教室帮台语囡仔讲的影片，囡仔哪食哪听。这是文山乡瑞丰国小幼儿园，是特殊偏远的学校。为着要让囡仔自细汉就讲台语，学校向国教署申请浸水式的台语教学计划。那计划里面呢，有包含一些教具、教材和图书设备的设置增加，可以提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有更多丰富的教材和设备资源等等可以使用。除了平常时让囡仔有接触台语的机会，幼儿园阁结合在地产业的特色，用地文化配合台语文出版教材，让囡仔伫学台语的过程当中，嘛认捌家己的故乡。阮会讲故事啊，互囡仔听台语的歌，啊嘛会教因互相讲台语。学校的部分甲家庭的部分互相安尼去做互补的部分的话，对小朋友来讲，加深印象是有加分的。幼儿园表示，伫瑞丰遮主要使用语言拢是台语较侪。透过浸水式的教学环境，家长认为安尼真好。不管伫厝内也是伫学校，拢替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生活环境，互囡仔会当自然讲母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